暖暖十门客，咱来故事ทั่万庄下囡仔用心话，咱的故事探万地。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十门客节目。现代人是惊看电视、追剧，较早的人是爱伫庙埕看歌戏。尤其若拄着寺庙做祝，也是庄头谢平安，歌戏甲布袋戏同齐上演，场面会当讲是闹热滚滚。空中5年级以上的好朋友，敢会记得细汉的时阵，甲大人讨钱去庙会打卖四四瓦的往事咧？秋收了，人们在戏棚下挤来挤去看平安戏。野台上戏文唱得闹纷纷，但我听不懂，也不关心。我只想咬一口甜蜜蜜的糖葫芦。秋天收成啊，一群人矮矮定定，徛伫戏棚骹看平安戏。戏台顶戏文唱甲闹纷纷，不过我听无，嘛无怪意。我干那想要食一喙甜蜜蜜的李仔肠。阿文的爸爸讲，咱落水溪的稻仔一年会当收2遍，有冬头甲冬尾。第一期的稻仔是伫旧历的5、6月收成，第二期伫旧历的10月收成。10月的稻仔若是干了，就要冬尾，庄内就得要开始准备做平安。阿文因庄内大部分拢是种稻仔、播秧或者是挂稻仔的时，若是家己厝内骹手无够，厝边隔壁拢互相放伴，田主就会煮挂稻仔饭到田面，或者会挂稻仔工食。后来阿文因高中有一班挂稻仔班，庄仔若是要挂稻仔，就会叫高中因这班工人来挂。高中啊，好休困食豆啊！哦，好。喂，大家休困食豆啊！哦，我都要甲大肠过小肠啊！哦，我嘛同款，都要甲强面软骹呢。紧来食，紧来食。哦，阿嫂，你有够熬煮的，挂稻仔饭吼，传只遮青草。你唔甘嫌啦，爱食饱，袂当互小哥啊讲我甲你苦毒。袂啦，你知影我转来后头厝哦，挂稻仔饭拢食较真青草的。挂稻啊，遐辛苦，当然嘛爱食较青草咧。大家尽量食，免说伊哈。
食饱也阁有粮的哦。高中迄班挂稻仔班，一行7、8个人。阿文因妈妈就会穿真青草的挂稻仔饭，白斩鸡运豆油，笋丝卡裤，烟肠、卤菜、竹笋排骨汤。毋但互高中有面子，嘛互阿姑知影后头厝是真照起工招待竞赛。热天迄期，阿伯因妈妈阁会另外准备一桶仙草冰，也是粉圆绿豆汤，内底阁放一块冰角，想到就透心凉。阿文是足惊迄桶凉水会互挂伫我工啉了了。酒仔凉的上好，哦，腰受热，心灵凉的啦，休困一下才食饭啦。即档的稻仔吼，真饱碎，挂起来真有价，应该会当收一寡。哈，即期的雨水袂歹，气候稳定，若是后一期就惊拄着风台咧。第二期共款要种蓬莱米，也是要改种紫米咧。咱遮拢是蓬莱米较济啦。吼，阿嫂啊，等下你会当摕布袋针甲塑胶绳啊去填布袋啊，填好尺仔就当车转来。好哦，啊恁食好饱，碗碟仔放咧，我转来再收下。装尺仔的布袋若填好，车转来的尺仔就会倒伫门口埕。阿公阿嬷就会甲尺仔背好一股一股。读尺仔的时，拄着日头炎，就爱较骨力冰尺仔，安尼较紧晒干。尺仔晒干，阿文若休困，会甲阿公倒用风鼓，甲咱伫尺仔内底的草仔甲空壳的尺仔芳掉，尺仔就会当卖互米家店。一粒入土，万粒归仓。以早常常听阿公讲即句话，后来阿文才知影即句话的意思。阿文较爱秋天的稻仔，秋天稻仔豆豆变成黄金色。下晡放学的时阵，看到日头特别落落去残花，亲像咸鸭卵的两人，照伫残黄的稻仔顶，规片的残黄亲像黄金同款，照甲目睭强要天袂开。饱满的稻穗亲像一罐一罐的金仔角。尺仔若是真的黄金，咱就变成好野人啊！你是受钱受甲空气哦。尺仔本来就会当换钱，敢毋对？好啦，要做平安啊，咱来去拍珠仔台。我要买鸟来啊糖，我想要一支宝剑，甲一身布袋戏红啊！哦，你做地钱哦？无啦，进前我去田园过赤鸟啊，阮阿嬷有互我钱。你要布袋戏红啊？要创啥？会当演互动物看啊。三个人的影长长长，哪行哪想，毋知落地啊使起的钱有够开无？做平安迄天放学时，阿文行伫半路，就听到庄内庙埕放送七动枪的声音。一入去客厅，就将册包拼伫碰椅顶。妈，我要去庙埕看戏哦。即阵才要去课剧，戏才拄仔咧办身。你是要去看啥？我去洗一个呐。你甲我斗光饭菜打去庙埕课剧。哦。阿文因妈妈天未光，就穿做平安的饭菜担。
做平安是每一桩年底的大日子。庄脚人平常时欠长内度，但是若拄着拜拜，人是输人毋输阵。毋那阿妹因妈妈，每一个五婆、金婆、阿婶，袂输变成总铺师，就要甲厝内上好的山珍海味捧出来考奖。大家拢惊去互人比落去，每一道的饭菜正澎湃，对神明才袂失礼。庄脚人上后感谢天，感谢地，感谢神明，互大家好年冬，好收成。哦，阿恒，恁新妇真够煮，这盘脚裤弄甲真好食款呢。你甲我学了啦，阿雪。恁这只鸡嘛饲甲真大只，害来拜天公真好势。今年有趁着钱哦，才甘下较济饲了。无啦，就拢饲脆米、菜尾尔。今年的卤煮头家啊，毋知无着啥。迄暗线鱼了跋杯，才会知。看新闻介意啥来服务。阿免啊，听讲恁查某囝要互订婚啊？啊，着查甫囡仔迄边有伫咧讲啦。安尼你毋着爱好传嫁妆啊？每一摆考奖，才会五婆、金婆，毋若变成美食评论家，对第一档讲甲上尾档，嘛变成街头巷尾记者，对新明讲到别人兜的代志。台顶伫咧搬戏真闹热，大卡嘛讲甲袂输面。伫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广播剧也未演线，今仔日的绘本故事讲到谢平安。这部说落去，咱邀请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凤杰老师为咱来介绍谢平安的传统风俗，也佮有相关的礼数。谢平安的意思是感谢神明保庇咱大家今年会当五谷丰收、人马平安的意思。这个谢平安呢，是以庄头、庄庙为主体，家家户户分角头角头每一个角头轮流一个做头家这个头家呢，伫谢平安进前就去扣丁钱。家家户户拢去扣查甫的或者一丁，查某的或者一口，牛一只以早有分男一丁，女一口，一口是半丁牛呢是同款算一丁分的但是今仔呢拢总无咧分啦内底几个人查甫的拢同款今仔无牛好扣无牛好扣一般呢，照即摆行情，庄脚大多数拢一顶扣50块安尼。谢平安的时间是当时呢，谢平安爱看各地头、各庄头，时间呢是无同款的爱看日。上早对10月半，水管大地圣诞，都有人开始谢平安啦。到11月冬节前后。就是谢平安的尾期这个庄头的头人也是讲头家老主会去请示神明由神明来看好日子来拜平安谢平安呢爱做红龟，这红龟叫做平安龟嘛爱抬猪肚羊拜天公嘛会请别庄的庄庙的客神来做客来看戏。谢平安进前3天爱靠兵靠兵后人讲靠军伤兵就是围绕靠上5营的兵将，用简单的菜饭也是果子汤饼拢总会使的拜3天这摆做平安，拄好是拜六。我有看到阿雄因对台北转来，莫怪因阿嬷透早就抬家，努力卡看到孙仔转来真欢喜。
后摆我去台北读册，转来你嘛爱落支卡互我食哦。你嘛爱看你有才调去台北读册无？庙埕的戏开始闹热啊！阿文因妈妈讲，去都市做生意的阿花伯，今年趁到钱，加请一班歌戏。庙埕倒手边是布袋戏，半是三宗取经，正边是歌戏，半是单三五娘，两边伫咧车拼。一寡乌马桑坐伫歌戏这边，一阵囡仔摕椅头啊坐伫布袋戏这边，因为孙悟空伫目界较趣味。不过，因的目睭紧紧相对庙埕边的单位。我想要食米仔糖，我嘛要。行，咱做伙来买。三下走去买米仔糖，哪食哪看。咱来算纸台。好啊，咱三个来比赛，看谁较厉害。来啊！囡仔的钱，就是做平安甲过年开甲上大方、上自由。恁身躯阁有钱无？我开了啊，我嘛开了啊。我阁存5块银，要买啥物较好？小酒嘞，鸟来啊糖。这两项拢我爱食的，足歹决定的呢。啊无阿全，你甲阿冠两个赢，阿全赢赢就买烧酒嘞，阿冠赢赢就买鸟来糖。好啊，来。加多石头纸，加多石头纸。听候阿文这阵囡仔的钱开了，戏嘛煞。庄内时段伫新明道顶要办后一年的老子甲头家啊。妈，我要甲阿爸留伫遮看阿舅起动。人伫咧问神，你伫边仔点点，莫乌白讲话，知无？你是叫我乌白讲话，是咪会甲我拍尻川哦？阿文的阿舅是新明指定的当机。每一遍庄内若要问事，阿舅就摕一支山鱼剑，头额绑着红布条，目睭刻刻，双手放伫桌顶，一直海头，嘴恁细细念。新明毋知甲阿舅讲啥物。骹接兄互山鱼剑缩甲一棱一棱的血丝。阿文心内想。新明敢是真正落架伫阿舅的身上？若无，阿舅哪会拢袂疼？爸，安怎？阿舅的脚擦片敢会疼？囡仔人有耳无喙，点点莫乌白问啦。其实阿文只是要知影。新明对咱庄做平安的青草食了有欢喜无？若是欢喜，敢袂使保庇伊过年会当摕到较济过年钱？
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秋收》是由杨丽雅原作，罗江书编剧，夏玉华台语校正。绘本朗读台语版林武正，华语版叶怡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文、陈怡如演出，阿全、李品玉演出，阿冠、苏幸福演出，阿文的老母陈美娟演出，阿文的老爸纪品琪演出。高中吴志宏演出，挂伫我班的农民张志宏、林瑞坤演出，阿下五伯吴桂兰演出，阿雪锦李明晶演出，阿妹姆妈夏玉华演出，阿文的阿公张志宏演出。你看咧，真冷霜，水牛食草顺残花，乌树牛仔来做伴，脚车顶徛咧看关山，美丽岛，美丽的咱台湾。看咧，雨丝香，暗顿吃白烟闪闪，五树山孤红的hen，金石脚，月娘出遐顶。